水泡佢啦！目標鎖定，目標鎖定，投下水泡 over。多謝碌傻打救我，多謝你。哇！啲鹹仔。見到笑晒咁，就知唔係真係浸親，而係測試緊航拍機嘅其他用途啊！換生活，樂科技 Unwired HK。遠赴無人島揾埋航拍機導師 Lock Sir 幫手，但係唔係為咗拍嘢，而係想試下用航拍機救人嘅實用性。快過普通快艇，唔受海浪影響，航拍機仲可以清楚睇到被拯救人嘅位置。Lock Sir 話其實外國已經用緊航拍機配合快艇處理海上事故㗎啦。救命啊！我喺度啊！我有得救啦！唔止急救藥包，連樽裝水都運到。不過 Lock Sir 話呢部機負重最盡1.5 kg，即係2支大水左右。想掛 banner 宣傳、求婚都得，不過為咗輕啲，我哋用咗5張 A4 紙代替。仲可以掛住小喇叭，即係用嚟做廣播都冇問題。不過唔係，部航拍機都得，要有啲改裝先得㗎。咁拎航拍機嚟運嘢係咪犯法嘅呢？因為逢親用無人機嚟做一啲商業活動咧，都要向翻無人署申請，無論你係運嘢或者定係唔運嘢。咁另外，如果你係純粹係貨消閒性質咧，暫時如果你愛嚟運送性質咧，係唔會涉及呢個法例問題嘅。Lock Sir 仲話，因為航拍機有一定危險，如果真係用航拍機嚟救援，建議有關部門先訓練一啲航拍機手。如果一般市民唔熟習操作就攞嚟救人，反而會更加危險啊！